金花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号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篇目是第6篇，我要甲老师赐一个赞。林淑琪，咱台湾北部有一个美丽所在，号做淡水。伫美丽淡水有一间上水的学校，叫做水源国小。伫上水的水源国小里，有世界上赞的老师，就是阮的导师杜老师啦。我要甲老师赐一个赞，因为伊讲人亲土亲，家己的故乡上界亲，所以学校附近拢有阮做伙行踏的脚迹。上自然课的时，老师带阮去学校后壁的溪仔，观察毛蟹、鱼仔甲虾仔，佮教阮做记录。毋但安尼，伊佮带阮闭裤骹撩溪仔，行去到水头，阮才知影，遮的水是为大屯山骹的石头缝问出来的。莫怪日本人伫1899年就想到遮的好地理，伫遮起造河尾自来水厂，是台湾第一座净水场哦。我要甲老师赐一个赞，因为伊发明一种无人有的旅行。逐礼拜，阮全班爱陪一个同学顾步恁会转去。佮顺线去因兜耍，伊早便若放学，我拢高一个人行共款的路，实在真无聊。即马我心内充满期待，期待逐礼拜三会当去无共的所在。即款旅行毋但奇妙佮趣味，尤其是陪阿翔转去迄摆。阮家己摕树叶仔饲花鹿，佮伤济甲鹿仔握手，鹿仔真欢喜，敢若真欢迎阮即班哦。我要甲老师赐一个赞，因为伊带阮完成一个梦想，去金门毕业旅行。是安怎阮会想要去青史的金门咧？迄是因为升6年仔的时，有一个为金门转来的查某同学，深头啊，人拢唱阮困罔困，莫眠梦。毋过老师甲阮讲，有梦相随，希望相随。伊替阮做台语歌，鼓励爱唱歌的阮，家己唱歌出 CD， 佮去淡水码头走唱。会记哩头摆表演。一个看到下下沉沉的人，阮紧张甲心肝噗噗呛。毋过，当阮唱出阮兜住伫大屯山边的水源桥骹，一两三四，欢欢喜喜读册去，一条搁一条，阮即班的歌，心内就充满勇气甲期待，期待美梦成真。嘛感谢真心付出的老师，坐伫花莲机顶，看到看茫茫的台湾海峡，阮伫心肝底大声喊：金门，阮来啊！杜老师，多谢你，你是阮生命旅途中的贵人，用心互阮有无共款的学习经验，阮一世人拢要甲你赐一个赞啦！我的朗读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